Hello， 大家好啊，又歡迎嚟過嘅 U 有日記頻道啦。周星馳又講過啦，做人如果冇夢想，同條鹹魚有咩分別啊？今日呢一間嘢咧，主角真係有個夢噶，佢咧就夢見自己係一個少年版 Walker Way。問題嚟啦，佢咧喂冇玩啊，人仔細玩咩 Walker Way 嚟？你收皮啦。呢一件事咧就發生喺咧5月3號。將軍澳清水灣半島嘅一個橋界，一個就讀中一得12歲嘅僆仔，一條友仔咧就做緊一個好反常嘅行為，但係人都覺得驚驚嘅，咁拍埋段片咧就放上社交媒體，聲稱好成功啦，諗住咧以為自己一個好成功嘅科學家。呢一段片最得人驚嘅地方咧就係話條友做咗啲乜，係警察咧喺現場咧揾咗幾樣架撐。咁仲有啦，呢一個少年咧，點解又會做呢啲咁極端嘅行為呢？答案咧就比件事咧就更加不安啦。我哋會追求真相，同大家深入分析討論，再探究社會議題。事不宜遲，馬上出發。記得咧 follow 同埋like我哋嘅短片啦，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啦。事不宜遲，馬上出發。警察公布嘅資料咧，咁當事人咧係一個12歲讀緊中一嘅男學生。我哋係唔會講佢名出嚟噶，我哋尊重翻佢背景。咁因為佢係一個未成年受過法律保護嘅人，咁佢做咗啲乜？相信喺個社交媒體嗰度醞釀得七七八八噶啦。咁講翻5月3號啦，星期日呢一個少年咧走過去將軍澳清水灣半島嘅一個橋界，佢又冇着任何嘅防護裝備，佢唔知係咪睇過哆啦 A 夢嘅片歌咧？咁阿大雄同埋阿胖虎小夫佢哋咧就去攻入一個即係地方咧就講私人基地，咁進行所謂嘅化學實驗啦。咁特登咧拎部機出嚟，一邊做一邊影，一邊咧就渴求 share like 咁樣，咁其實佢係咪一個演員啊？我係一個成功嘅科學家噶嘛。拍完段片之後啦，仲要令人更加不安啊！將段片咧放上社交媒體，話自己咩整到炸藥、炸彈，呢啲嘢已經係令一個即係民眾感到不安啊！你話死唔死啊？咁白痴嘅行為啊，阿 Sir 梗係炒過佢啦。咁事緣咧，有市民咧就睇嗰段片，就覺得咧好不安，於是就報警啦。咁5號咧就喺佢屋企咧就拉咗呢條僆仔，係啦。咁5月4號咧，東九龍總區重案組咧就接手調查。咁奇怪嘅事情又發生咗啦。咁警察咧喺佢現場咧就揾出呢幾樣嘢。咁電腦、手機就由自可呀。另外2樣嘢，液體，白色粉末，你咪整嗰啲嘢噶你？仲有防毒面具，真係覺得人驚啊！一個細路有啲咁嘅嘢真係。東九龍總區重案組阿蔡菊策話咧，呢一件事好彩就係冇人受傷，冇財物損毀，但係佢係強調化學實驗失控嘅話咧，後果真係，你自己諗啦咁點解咁緊張咧？咁因為個化可知噶啦，咁如果真係攞個樽啊，攞個梳打粉啊，咁即係攞其他嘅嘢去合成咧，咁係會產生啲即係爆炸性氣體噶咁再加上橋界呢啲嘅位置咧就近民區啦，又門跑徑啦，又休息個地方可能公園啦，咁即係話啦，如果嗰一刻有人跑緊步啊，又或者咧即係你知係禮拜日啊嘛，咁家長梗係教個細路或者個 B 去行街，任何一個失誤真係咧，害高人忌啦，真係，即係了解唔了解啫你警察拘捕佢罪行係啦，企圖製造炸藥。咁蔡菊策強調啦，製造炸藥咧唔理佢成唔成功，數量仔威力大小都係一個好嚴重嘅罪。就話上網聲稱話整炸彈，咁一經定罪咧，你14年啦。咁企圖爆炸或者意圖傷害到人或者其他財產你20年啦，即係你12加14加20 34你自己計啦，即係46歲。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天下害己網絡最快。一個12歲細路一條 IG 片，分分鐘咧就換嚟34年嘅監獄生涯。入邊你慢慢整你，即係34年唔好話整呢個實驗啊。你讀 master 博士你即係名成利就仲得啦。如果真係叻仔嘅話。此外啦，自我激化咧有一個年輕化嘅趨勢。
咁咩嚟噶？咁啊真係冇人教你咯，有冇攞支槍扛住你？你上網見嗰啲嘢之後咧，就開始咧模仿，再慢慢即係激進化啦。嗱，咁有啲人咧上網咧就發現咧公仔麵好多種食法嘅，於是乎佢就逐一模仿，然後咧哇喺佢啊求關注啦，佢就玩嗰樣嘢山坑公仔麵。嗱，咁有啲係政治嘅激進啦。又或者宗教激進，甚或好似呢間 case 咁啦，據暴力爆炸品咧產生呢個好病態嘅興趣。咁其實互聯網真係害人不淺嘅。咁互聯網又唔係法外之地，唔係話你撳個掣，擺段片上網就可以逍遙法外，唔係話你撳個鍵盤就害到人哋，就唔關自己事。咁其實咧，佢要承擔翻相關嘅法律責任。係啦，呢個大家即刻深思下嘅。三個疑點我哋即刻去分析下嘅。12歲嘅細路喺邊個揾呢一啲嘅所謂化學原材料呢？第二，家長呢，知唔知個佢係攞咗啲零用錢去買部電腦，又或者係化學面具呢？第三啦，咁點解佢諗到做呢啲嘢呢？係模仿過邊個呢？又睇過啲咩內容導致過佢點做呢？我必須要強調啦，每一個家庭咧，佢有佢嘅難處，可能父母要翻工，有啲要公幹，可能有啲咧有急事又要翻海外或者大陸，咁唔係24小時咧，係看住個細路就係用緊個手機或者電腦做緊乜。咁如果佢話攞手機咧，就睇抖音咧，都要注意一下啦，因為抖音嗰啲嘢好多都係真係害人不淺嘅。咁呢件事咧，令個家長有一個信號啊，即係你個小朋友咧，今晚對住部電腦或者手機咧，係睇緊乜嘢啊？做緊咩噶？佢模仿緊啲咩啊？同埋信緊啲咩噶？TikTok 啊、抖音嗰啲啊，根本係唔人子計啊！另一個問題啦，就係社交媒體嘅 show off 文化啦。咁好多人咧習慣啊，據住啲美食啊，或者幾美景啊，或者去日本啊，到處一遊啊，就會將呢樣嘢 show off 到 Instagram 嘅社交媒體。呢一個細路都唔例外嘅。整完嘅所謂嘅化學實驗之後咧，嘅一段片咧就放去 IG 咁耶咁樣啊，咁啊求關注啦，求讚好啦，就求睇稿啦。可能佢屋企人冇乜點樣去即係關心個細路啦。俾啲掌聲我啊！咁但係呢一段戲咧係冇人幫佢拍掌噶，係有人舉報佢啊有。咁最後咧警方法庭咧就迎接佢咯。仲有一個佢已經即係毀掉嘅未來咯，34年，14+20，你自己慢慢諗啦。化學實驗咧本身唔犯法，就唔需要去到咧空曠嘅地方去做咯。咁學校嘅化學堂啊、課外活動嘅 STEM 班，都係有一個好健康嘅學習機會。真正嘅問題就係其實係冇監管，又冇呢個目擊偏差，以為做緊一個好巨嘅事，咁個地方咧又密集啊危險。如果身邊有啲青少年朋友啊，發現佢咧有呢啲行為唔該啊，打去呢啲熱線咧就幫佢啊，咁好過事後咧就後悔啊。呢個世界係冇後悔藥食噶。周星馳咧都講過努力瞓覺，努力瞓覺。呢一個細路咧係有努力啊，有瞓覺啊，咁方向咧就唔啱咯。咁你覺得呢一件事最大嘅問題係邊個咧？1、2、3，留言話俾我知啦。曾經有一個真摯嘅父母關懷擺喺佢面前，佢冇好去珍惜，直到失去自由，後悔莫及。哎呀，唔好意思啊，改編大話西遊添。咁呢件事咧係愛情故事，唔係家庭故事。一個12歲嘅細路咧，應該正正常常翻學放學咧就去溫書，跟住同小朋友踢波去玩，咁揀一條不歸路。喂，究竟呢個社會咧有幾多個呢啲所謂咩少年科學家？咁呢個問題咧留俾大家去諗啦。其實呢啲社會炸彈喺每一個角落都係醞釀緊噶，希望大家去關注下啦。咁如果你哋覺得呢段片係好有用嘅，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 ，like share follow 我哋嘅片。咁佢仲有啊，去留言區留言一下，你身邊究竟有冇值得關注嘅青少年朋友？我哋下一段片再見，拜拜。